台南大湾北圣诞公益点灯活动举办迈入第13档，在远东集团徐旭东董事长的带领之下，造福真侪偏乡囡仔关怀甲温暖。今年的点灯活动也伫咧4日暗时登场，活动邀请到市长黄伟哲、副市长赵清惠、新闻处长苏恩恩、观光旅游局长郭珍惠、有线电视总经理许文奎、9.1华勤记者协会理事长罗启俊等贵宾共同出席这场盛会。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总的要表达一下，很喜欢大家去买东西，但是更喜欢大家拥抱你的爱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来表达圣诞节到了，我们展示我们的爱，好不好？好。我们今年已经是第13年，那每次远东集团在董事长的带领下，都带给我们许多偏乡的孩子，还有许多我们农民，还有许多我们地方的这个青农年轻的农民，一个把他们的产品展示出来的舞台，这是非常谢谢。台南大湾北分享爱圣诞公益活动，让人欢喜的是，这个活动也在今年得到亚洲企业商会颁发社会公益发展奖的荣誉肯定。今年2021，这个活动得到了亚洲企业商会颁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公益发展奖。这个奖项对原百是非常大的一种肯定。2022原百爱分享圣诞点灯公益活动，今年有咱市9间国小的偏乡学童，总共150位学生做伙参加。活动为早时到美术馆参观，以及伫餐厅享用大餐，最后欣赏美丽又够温馨的点灯，和这场圣诞点灯活动更加让人难忘。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